家仔老笠啊，除咗條底褲出嚟，唔係要錢啊，要條底褲啊！咩啊？底褲都唔着？呢個世界居然有人自稱為賭神，咁即係分明當我流啫。嗱，我叫做賭聖，神秘咁啊，神你老母！中六合彩，頭獎，個仔睇埋，老婆醒翻，喂，老婆醒翻啦！冇噶啦，嗱，個人受咗太大打擊咧，會進入咗精神官能嘅休克狀態，唔會再有反應噶啦。仲有冇第二個啊？啊，呀！講到周星馳啊，由公仔箱跳入電影世界，大家都應該會認為佢條路好似一帆風順。1990年，佢憑成名作《賭聖》打破咗當時香港電影票房紀錄，令佢由星仔晉升到星爺，盡奠定咗佢無厘頭嘅喜劇風格。原來當時佢事業最如日中天嘅時候，一次嘅衝擊幾乎令星爺原地消失，究竟係咩事呢？各位電視迷準備好未？而家帶你同周星馳進入呢次瘋狂人生過山車嘅旅程啦！嘉禾院線星期三宣布，開業超過半世紀嘅尖沙咀地標海運戲院將會喺6月2號結業。大家最近聽得最多嘅一個詞叫電影業寒冬，戲院少咗人去，大製作呢就越嚟越難揾投資。但係你以為啊呢個寒冬係第一次發生？其實啊喺20幾年前啊，香港影壇啊經歷過一場更加絕望、更加凍嘅冰河時期。時間啊翻到1996年啊，周星馳當年呢，佢已經係全港最紅嘅喜劇之王。佢啱啱離開咗向華強嘅永盛電影，成立咗自己嘅公司星輝海外，自己做老闆，大展拳腳。第一部作品《食神》啊，叫好叫座，收咗4000萬票房。嗰陣星爺真係風頭一時無兩啊，以為自己開咗公司，終於可以攞翻創作嘅主導權。點知1997年嚟到，一場金融風暴啊，成個香港地產同股市瞬間崩潰。你以為電影圈可以獨善其身？當時香港電影嘅產量啊，由每年200幾部啊，斷崖式跌到去得翻幾十部，加上盜版 VCD 嘅橫行，好多老闆啊都輸到要跳樓，根本咧冇人敢拎錢出嚟拍戲。當時嘅星爺啊，其實壓力咧大到你想象唔到啊，因為佢係老闆，公司每日開門都係錢。但係佢喺1997年到1999年啊呢段時間拍出嚟嘅算死組同鹹運一條龍呢，口碑開始出現危機啦。以1997年上映嘅算死草為例啊，當年呢收2700多萬票房，以周星馳嘅招牌嚟講呢，成績只係中規中矩。雖然呢電影有笑料，份量夠，但係咧唔少網民咧認為呢部戲咧根本將審死官嘅橋段咧照版煮碗做一次，但整體質素咧就差咗好多啦。唔少戲迷認為啊，算死草啊主要死因係將屎尿屁咧玩得太過火啦，又冇咩劇情，夾硬咧以低級趣味咧嚟引觀眾發笑，更顯低招。當時啊報紙評論咧寫得好狠啊，話周星馳已經江郎才盡啦，話無厘頭文化咧已經死咗啦，甚至有人話周星馳你已經唔好笑啦。
1999年啊，係星爺咧最黑暗嘅時間。佢拍咗部喜劇之王，雖然咧就攞咗當年嘅票房冠軍，但係數字比起全盛嘅時期已經跌咗一大截啦。更慘嘅係，佢當時一直想拍一部戲叫《少林足球》，佢周圍去揾投資者，佢話我想將功夫同足球結合，再加埋最頂尖嘅電腦特效。據聞啊，2000年初啊，當時星爺啊拎住少林足球嘅劇本咧，揾過嘉禾、環亞等大公司，全港嘅影視大亨啦，個個都搖頭拒絕。主要咧係有兩個原因嘅。首先咧，當時係電影嘅低潮，特效成本極貴啊，怕回唔到本。其次係星爺開出相當苛刻嘅條款，就係要投資方出晒所有嘅錢，而星爺只係出力。正當周星面對呢個絕望時刻，終於出現咗一條救命草啦，就係環宇電影老闆林小明。據當時主流媒體報道啊，環宇就出1500萬現金製作費，星輝咧就出星爺嘅1500萬片酬咧就當投資。呢份合約啊，意味住開拍嘅時候啊，星爺係唔使拎一分錢出嚟噶。就係呢份合約啊，成為咗日後星爺同林小明反目對簿公堂嘅導火線。好啦，有咗錢之後，挑戰呢先至真正開始。少林足球嘅拍攝過程呢，簡直係地獄啊！為咗慳錢呢同追求真實啊，星爺呢就去咗珠海呢揾4萬個臨時演員。佢對每一個細節呢都執着到病態啊，甚至因為咁呢同好多老拍檔呢鬧翻。直到今日啊，仲有好多傳聞話佢啊同邊個不和啊，講佢幾獨裁咁。其中一個傳聞啊，亦都係最經典嘅一幕，就係趙薇啊飾演阿梅啦。因為咧要整一個極醜嘅光頭造型啊，據聞咧當時趙薇係喊住咁拍噶。你怎麼幫啊？你快點回去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險的。我真的能幫你，你相信我，讓我試一次好。而星爺自己咧，為咗幾個踢波嘅鏡頭咧，反反复复拍咗幾百次，搞到啲後輩演員咧個個叫苦連天。當時啊，成個影圈都喺度睇緊，想睇周星馳會點樣收皮。2001年7月，少林足球正式上映。當時香港仲經歷緊經濟低迷，社會氣氛好沉。點知呢套戲一出，成個香港瘋狂咗啊！冇發夢啦！做人如果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啊？我感覺到全部翻晒嚟。戲入面嘅對白簡直中晒香港人當時嘅心聲，最後呢套戲喺香港收咗6000幾萬，成為香港開埠以來最高票房紀錄。喺第2年嘅金像獎啊，星爺咧一個人掃晒最佳男主角、最佳導演。佢上台領獎嗰陣啊，冇乜豪情壯語。佢第一句竟然唔係多謝投資者林小明，而係多謝李小龍，因為咧係李小龍俾咗一團火佢啊。攞呢個獎咧，我想多謝有啲人嘅。首先就係已故嘅李小龍先生，因為當其時我非常之咁迷戀佢嘅電影，然之後立志想成為一個演員。點解咁奇怪？原來啊，林小明同星爺啊拍完戲之後就反面啦，仲喺金像獎當晚咧公開決裂。林小明嘅老婆走上台就數星爺，場面咧極為尷尬。講幾句嘢好嘛？今日咧攞呢個最佳電影獎咧，我同我先生都幾感慨嘅。記得有一日咧，周星馳先生咧，同埋佢嘅助手楊國輝先生嚟揾我哋，叫我哋支持佢哋拍呢一部《少林足球》。當時我先生一口答應咗佢。當時咧，啲人話我先生係傻嘅，因為嗰時嘅電影市道咧極度低落，而呢部片咧實在係好大嘅風險。而家證明咗呢部片咧係成功嘅。喺後面係有好多人努力嘅，
我最後咧開心咧，代表環宇娛樂張樹啊，代表李力持先生、李敏小姐為呢部戲咧度咗好多好橋，同埋要多謝幕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嘅努力。我亦都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真理永遠長存嘅，係咁，多謝晒。後來啊，王晶喺佢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咧大爆啊合約嘅內容，原來咧少林足球所有嘅版權啊，包括戲名咧都歸周星馳所有啊。最後因為咁咧搞到要打官司。當時啊林小明認為啊少林足球嘅版權咧係共同擁有嘅，但係星爺咧私下同電腦公司、出版社簽約，推出漫畫同電腦遊戲，仲有師兄弟咧以電影嘅造型咧接廣告。林小明就覺得星爺咧獨食，王晶咧亦喺頻道裏邊爆料啊，當時咧內地咧對少林兩個字已經有咗商業登記，林小明咧建議改名做功夫足球，以便咧入內地市場，但星爺咧死都唔肯改，甚至咧少林寺派人嚟同佢傾啊，佢都拒絕見面，結果電影喺內地被禁，林小明咧損失咗數以億計嘅潛在票房。2002年底，雙方終於喺富豪飯堂福臨門咧擺和頭酒。據報咧，星爺咧為咗庭外和解啊，付出超過1000萬港元咧作為代價。呢場歷時嘅1年嘅羅生門爭拗事件咧，先至正式告一段落。究竟呢件事入面啊，邊方面錯？我個人認為啊，生意始終係生意。林小明以為雪中送炭，星爺就應該要感恩。但對於完美主義嘅星爺嚟講啊，合約點寫就點樣計，呢種就係恩義同合約之間嘅落差啦。睇翻當年嘅星爺同今日嘅我哋處境其實好相似，大家都可能面對緊減薪、裁員，又或者自己創業但睇唔到前景。你會覺得世界好唔公平，覺得點解自己咁努力都冇人賞識。但你要記住，連周星馳咁天才嘅人啊，都要經歷過被全世界睇淡、被笑嘅垃圾日子。生存喺逆境，最重要唔係你有幾多錢，而係你仲有冇嗰團火。如果你而家經歷緊寒冬，咁你就應該好似周星馳當年咁，喺冇人睇好你嘅時候，默默咁磨練自己嘅技術。當機會嚟到嘅時候，你要確保自己唔係一條冇夢想嘅鹹魚，而係一個隨時準備好一腳踢出大力金剛腿嘅人。環境我哋改變唔到，但係我哋嘅心態可以。只要你唔認輸，呢場波仲未完㗎。希望星爺嘅故事可以俾到你力量。如果你中意呢集嘅內容，記得 like 同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跛你老母啊！你個傻佬咩資格我跛啊？對唔住，係啊，我係跛啊！你吹咩？你有冇得跛啊？跛你老母啊！喺節目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我記得商台大堂呢有一對對聯嘅，上面寫住話到口中留幾句，理從是處讓三分。意思係話有啲嘢即使你啱晒，都唔好去到太盡，唔好處處逼人。更加要記住啊，當你倒霉嘅時候，幫過你嘅人，當你有一日翻身，要識得處理人際關係同恩情。喺現今呢個社會，生存唔單止係靠個人實力，仲要靠眼光同胸襟。講咩話？我話波，但唔係咁射嘅。